測試咧，利用標準嘅要求咧，將樣本咧持續加熱，直至鑊面嘅平面嘅部分咧係最低溫度咧係達到190度攝氏嘅。其中最快嘅咧係1分半鐘內已經達得到嘅，最慢嘅一款咧，你睇到呢度係超過16分鐘。有兩款嘅樣本咧係未能通過防火嘅測試嘅。喺呢兩款嘅樣本裏邊咧，喺15秒內咧佢係冇自動熄滅嘅，所以未能符合標準嘅要求。有機會喺高溫煮食嘅時候咧，如果接近火源咧，有機會出現危險嘅。佢防黐底嘅表現咧，實驗室咧使用儀器咧喺打磨咗500次，冇加入食油嘅情況之下咧，係只煎班戟嘅。喺3款嘅樣本咧係未能使用鑊鏟咧係完全取出班戟嘅。另外一款咧樣本咧部分嘅塗層咧喺煎煮嘅過程咧係剝落嘅，而且黏附咗喺班戟上面，防黐底嘅表現咧係欠佳嘅。